才能拍得到哦。我们看看中间的摄影机，中间。原本你是怎么说？原本你的计划是怎样？那我们看一下你的中间，你的右。最近的心情，今天有被潮爸聊，就是疗愈到。今天有啊，我刚才后台我就一直抱着潮爸，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就是玩具、布偶这些东西，但是因为我很怕我自己会失心疯，所以我从来都不会买。所以今天在后台我就抱他一直拍照，觉得很开心。不影响啊，我没有心情不好，你们为什么一直讲好像我心情不好？那最近发了蛮多那种多跟县市，其实我没有想要劝世，只是因为最近我真的比较有时间可以跟身边的人相处，然后大家就会有一些状况或者是聊天的心得，然后我就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大家不要想太多。自己有状况，没有，我非常好，谢谢大家。感情方面非常好。现在是担心吗？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可以让我有点色之间，然后毕竟今天的场子不是我的啊。